涛涛，快点！等一下，作为一个专业的探员，我在这儿必须和你们重申：当你们的脚踏入案发现场的第一步，这个时候你们的大脑就要时刻保持紧绷，绝对不允许破坏案发现场的任何蛛丝马迹，因为一点点线索都可能会对案件的侦破造成重大的影响。这就是所谓的专业精神。OK。一个小时。好，下面让我们进入正题。死者名叫潘露露，平时一个人住在这间公寓里边。他的邻居们反映，这里经常是歌舞升平。昨天晚上，这里却很安静。然后邻居们又发现有水从门里边流了出去，于是就打电话给物业。物业敲门之后没有人来开，于是物业让开锁公司打开门。打开门之后，发现潘露露已经死在……干嘛呢？我跟你们说多少遍了，不能破坏现场。我把你们3个人带过来，已经是违反规定。还有一个呢？下雪呢？妈哟！快来人！这怎么了？这是？又发作。离，滚！是这个浴缸吗？哦，对，这个就是发现死者潘露露的浴缸，而且尸体上面还盖了棉被，我已经让技术科的人拿回去检验了。你们一定非常奇怪，为什么尸体上会有棉被呢？好，那么下面我来说一下我的结论。根据我们对死者的尸检报告，在死者的血液里发现了高浓度的酒精，而且根据邻居们反映，这个死者平时经常酗酒，每天晚上几乎都要喝到酩酊大醉，所以他就把浴缸当床，愚蠢的溺死了自己。跟我的想法完全一致。你真的是个白痴。尸检报告上应该有写到，在案发前，死者身上应该留下了伤痕。一个经常喝醉的人，平时走路跌跌撞撞的，身体上留下些淤伤也没什么不正常的。不过，他手指的关节处的淤伤倒是新伤，而且他有几个手指甲是断裂的。手指的伤痕，有意思。水渍、冰柜、浴缸、棉被，怎么了？这些有什么不正常的吗？水龙头一直开着吗？啊，对，我们来的时候水龙头还打开着，我们为了保护现场，就直接关掉了总闸，但是在水龙头上只发现了潘露露一个人的指纹。死者是什么人啊？为什么和那么多男人有合照？啊，根据我们的调查，这个潘露露在生前曾经做过夜店的公关，所以说认识人比较多，而且人际关系也非常的复杂。林婉如，你不能破坏案发现场，这上面都是……哎呀！真相永远只隐藏在细节之中。人是天生会说谎的动物，只有细节跟证据才会说实话。我刚刚看到有2张照片，上面的男人都非常有杀气，一定有问题。杀气，这就是你推断案情的中心思想吗？有杀戮潜质的人都会在细微表情上流露出他的暴力倾向。再说了，查案终归还是要查到人身上，你说对吧，陈婶？对，您先起来，祖宗。
我很不舒服，可以走了吗？我为什么要带你过来？我真是疯了。林婉如，你要干嘛？我跟你说那个你们这个根本就不是破坏现场，是摧毁，摧毁。这一连串数字会不会上次一样，已经预知后面要发生的事情了？孙小美，我发现你说的每一句话都严重阻碍我的思考节奏，我很怀疑，我听你说一天会不会被拉低智商？林婉如，我发现你在恶毒的时候智商最高，要不下次你试着直接和尸体对话，说不定你们之间可以交流啊。我如果跟尸体可以交流的话，我就不会跟你无法沟通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说的就是你智商可以理解的那个意思。那说明你就是尸体啊！所以你的层面只能理解成。好性感哦！陈涛要是见到了，一定会流鼻血。喂，晚上在家等我哦，我有重要事情宣布。晚上吃什么呢？咱们？如果破案，我就升职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你知道今天下午我们老大当着多少人的面表扬了我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我自从加入 XPD 以来，我们老大就从来没表扬过我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有一次他把我骂的狗。你不就是被你们老大表扬了一下吗？至于这么高兴吗？当然了，老大的表扬不是重点，可重点是什么？你们知道吗？啊，重点就是现在这个案子确实有可能它不是意外，因为这个死者潘露露在生前就因为自己工作的特殊性，就有过敲诈勒索的这种历史，而且据案发现场附近的监控摄像头显示，在案发当天确实出现了2个陌生人，而且形迹可疑。这2个人是谁？这2个人恰恰就是孙小美同学在相册上指出来的那2个人，这太神奇了。那我的那些数字有帮上什么忙吗？这个还没有。真相就是这么简单。只是嫌疑人而已。你的真相定义未免也太肤浅了吧？好，那你说，真相是什么？别急，我在等待真相的出现。好啊，等到死者投胎那天，学会说话，然后告诉你真相。好啊，那我等着。主人，你辛苦了。小涛涛，快点。别急，都有分啊，都有分，都有分。陈三儿，什么有份啊？吃饭了。美，我怎么觉得你脸色不好呢？没睡好啊？床板太硬，睡得很不舒服。来吃早饭了。哎，婉如呢？
有2个发现：第一，一个人无论再怎么神志不清，都不可能在浴缸里溺死。进入肺液的水会使身体机能极度需求氧气，这个时候人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。没错，非常强大的。什么意思？第二，浴缸太干净了，就不许人人爱干净，天天擦吗？一个连啤酒瓶都懒得收拾的女人，怎么会花心思擦浴缸呢？顺便说一句，陈涛，你的卫生间简直就是细菌的天堂。可是，为什么会有木屑呢？太干净的浴缸和在现场发现的木屑根本就是格格不入啊！能说人话吗？你的尸体语这里没人听得懂啦。除非确定，否则我不会轻易说出推断的结果。哎，宛如，你可不可以先把衣服穿上？看吧看吧，反正这晚上睡不着的又不是我。喂，哎，好的，好的。3位美女，有没有兴趣出去兜兜风啊？好啊好啊好啊，你就是那种被人卖了还会帮人数钱的典型，他一看就是有求于你。说出去兜风，你还真信啊？是吗？是这样的啊，今天有2个嫌疑人应该去接受询问的，但是他们没去。我现在要去找这2个人，但是我想让你们3个陪我一起去看看有没有线索。我这也是为了破案啊。贱人，年纪轻轻，你不要骂人嘛。再说了，你们3。